法官嘅木錘即將敲下，妻子低住頭，雙肩微微顫抖。而喺勝利者之間，嗰度得意嘅眼神早已浮現，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嘅笑。就喺一切似乎塵埃落定之時，一道幼嫩卻堅定嘅聲音撕裂咗壓抑嘅寂靜。法官大人，你可以聽我講一個事實咩？一個只有我咁講嘅真相。喺呢場看似已經定局嘅庭審裏，7歲女孩清脆嘅嗓音響起，打破咗絕望嘅氛圍。丈夫企喺嗰度，手裏緊握住離婚協議，震驚地望向女兒。疲憊嘅妻子抬起頭，眼神裏滿是不可置信，所有證據都對佢不利。咁啊，究竟係乜嘢恐怖嘅秘密，被藏喺一台舊平板裏？只有我咁講嘅真相，從一個7歲女孩口中講出，到底係乜嘢？喺答案揭曉，局勢即將逆轉之前，請務必按下訂閱、點讚支持我哋，並喺留言中告俾我哋，你覺得係乜嘢秘密，竟能翻轉整個局面呢？法庭裏嘅空氣係凝結㗎，沉重得幾乎讓人無法呼吸。我坐喺冰冷嘅木椅上，只能盯住自己交握嘅雙手，指節因為過度用力而泛出駭人嘅白色。我唔敢抬頭，真係唔敢。我怕睇見對面嗰個男人，我結婚10年嘅丈夫，佢嗰雙擦得油亮嘅皮鞋，更怕睇見佢面上嗰副我早已完全讀不懂嘅表情，係陌生，係冷漠，定係……對方律師嘅聲音好似一部設定好嘅機器，喺空蕩嘅法庭裏冰冷地回蕩，字字句句都似鋒利嘅冰雹，不由分說地狠狠砸在我嘅心上。佢話我情緒不穩定，係一個失敗嘅母親。佢話我疏於家務，係一個懶散嘅妻子。佢甚至仲喺大熒幕上展示出嗰啲喺我發高燒，連下床力氣都冇時，家裏最凌亂不堪嘅照片，每一行指控都似一把生咗鏽嘅鈍刀，喺我早已麻木嘅心上，再遲緩地、殘忍地割上一劃。我乜嘢亦冇講，甚至連反駁嘅力氣都冇啦。事到如今，解釋又有乜嘢用呢？喺嗰啲被精心策劃過嘅證據面前，我所有嘅辯解聽起嚟都只會好似歇斯底里嘅藉口。我只係疲憊，一種從靈魂深處滲透出嚟嘅無邊無際嘅疲憊。法官嘅木錘緩緩地舉咗起嚟，我知道下一秒，個清脆而莊嚴嘅敲擊聲將會為我呢10年嘅婚姻，以及我身為一個母親嘅所有資格，畫上一個殘酷嘅句點。我嘅孩子，我嗰次啱啱7歲嘅女兒，未來將活喺一個被定義為母親失職嘅陰影下，佢將唔再完全屬於我。想到呢度，我嘅呼吸猛然一窒，仿佛連最後一點賴以為生嘅空氣都被徹底抽乾啦。就喺呢個時候，嗰扇隔住咗內外兩個世界嘅厚重木門，發出咗一聲極其輕微嘅咿呀聲，細微得幾乎讓人無法察覺。一道小小嘅穿着整齊小學制服嘅身影，慘在門口嘅光影裏，係我嘅女兒。佢點會嚟呢度？係邊個帶佢嚟㗎？一瞬間，我嘅心臟淨係被一隻無形嘅手狠狠揪緊，所有嘅疲憊同麻木都被巨大嘅恐懼取代。呢個唔係佢該嚟嘅地方，呢度太殘酷，太污糟啦。丈夫顯然亦睇見咗，佢臉上嗰副從容不迫嘅表情瞬間凍結，隨即迅速轉為一絲難以掩飾嘅慌亂與惱怒。我睇到佢側過頭，用幾乎聽唔見嘅聲音對住佢嘅律師急切咁講咗啲乜嘢，但已經嚟唔切啦。我個女，我咁喺記憶中總係怯生生需要我保護嘅小寶貝，今日卻一步一步獨自走進咗呢個冰冷嘅審判庭。佢嘅皮鞋踩喺大理石地板上，發出清脆而孤單嘅扣扣聲。佢嘅腳步好輕，卻仿佛每一步都重重咁踩喺所有人嘅心跳上。佢冇睇我，亦冇睇佢嘅父親，佢只係仰住小小嘅面，用一雙清澈無比嘅眼睛
直直咁望向高坐其上嘅法官，整個法庭陷入咗一種前所未有嘅奇異嘅寂靜。然後我聽見咗佢嗰仲帶住一絲童稚，卻異常清晰、異常堅定嘅聲音：法官大人，請問您可以聽我講一個真相咩？佢頓咗頓，小小嘅胸膛微微起伏，似係喺度鼓起全身所有嘅勇氣。一個只有我咁講嘅真相。話音落下，全場嘅空氣仿佛喺呢一刻完全凝固咗。我睇到丈夫嘅面色擦地一下變得慘白，眼神裏滿係難以置信嘅驚恐與慌張，而我只能好似個木偶一樣呆坐喺架度，睇住我嗰小小嘅女，腦中一片空白，連呼吸都忘記。喺所有人屏息以待嘅呢片死寂之中，我嘅思緒卻似一葉脫離咗枝乾嘅落葉，身不由己咁飄向咗好遠好遠嘅過去。我係點樣走到今日呢一步㗎？嗰個曾經充滿笑聲，曾經讓我引以為傲嘅家，究竟係從乜嘢時候開始，一步步變成咗今日呢個讓我無力掙扎嘅悲劇舞台？我嘅婚姻並唔係從一開始就如此千瘡百孔嘅。記憶拉回到10年前，我同先生啱結婚嘅時候，我哋住喺市郊一間租嚟嘅小公寓裏，只有20平大，空間唔大，甚至有啲擁擠。但每一日咁少少嘅空間裏，都充滿咗陽光同溫暖嘅笑聲。佢嗰時仲唔係而家呢個坐喺我對面，眼神比陌生人仲冰冷嘅男人。佢會喺我加班累到癱在梳化上時，笨手笨腳為我煮一碗麵。嗰麵條或許有啲糊咗，蔥花亦切得大小不一，卻係我食過最美味嘅宵夜。我哋會喺週末難得嘅早晨，一齊賴在床上，乜嘢亦都唔做，只係聊作一啲唔着邊際嘅未來，夢想住將來要換一間大一啲嘅房子，要有一個屬於自己嘅陽台，種滿花花草草。嗰時候嘅我哋係彼此最堅實嘅依靠，相信只要兩個人喺一齊，就冇克服唔到嘅困難。女兒出生後，家裏雖然更忙碌咗，但亦增添咗更多具體嘅可以觸碰得到嘅幸福。我睇住佢第一次小心翼翼咁抱住嗰個軟軟嘅小生命，一個1.8米嘅大男人，動作僵硬，都似個機器人，眼神裏卻滿是初為人父嘅溫柔與化不開嘅喜悅。為咗更好地照顧家庭，陪伴女兒成長，我同佢商量後，辭去咗原本仲算不錯嘅工作，成咗一名全職主婦。嗰段日子，儘管每日都喺奶泉、尿布同做唔完嘅家事中打轉，身體好疲憊，但我嘅心係滿嘅，係踏實嘅，因為我知道我所做嘅每一件事，都係喺度為呢個我心愛嘅家一磚一瓦地添足幸福。一切嘅改變係從3年前公公因為突發心臟病去世後開始嘅。婆婆一個人守住鄉下嘅老房，先生放心不下。喺好幾個深夜嘅輾轉反側後，佢對我話，佢想接媽媽嚟同我哋同住。我當時冇任何猶豫，覺得呢個係為人子女應盡嘅孝道，亦係理所當然嘅。我甚至仲特意將家裏最大、陽光最好嘅嗰間主臥旁嘅次臥打掃出嚟，換上全新嘅床單被套，仲買咗佢中意嘅香薰，希望能夠讓佢喺失去老伴嘅悲傷中感受到一絲家庭嘅溫暖。然而，我當時並唔知道，我滿心歡喜迎進門嘅唔只係一位需要照顧嘅孤單老人，更係一套我完全無法適應，甚至感到窒息嘅生活規則。婆婆嚟嘅第2日，我正在廚房裏哼着歌準備晚餐，佢就好似一道沉默嘅影子，無聲無息嘅走進嚟。佢冇講話，只係打開我嘅調味罐，一個個攞起嚟聞咗聞，然後眉頭就深深咁鎖咗起嚟。隔天早上，我準備做早餐時，震驚地發現我慣用嘅嗰啲從進口超市買嚟嘅橄欖油、海鹽，仲有各種香料，全都唔見了。佢哋被塞進咗儲藏室最深嘅角落，取而代之嘅係佢從老家帶嚟嘅大桶裝沙拉油同那啲我不熟悉嘅醬油品牌。
佢似係完全冇睇到我面上錯愕嘅表情，只係用一種不容置喙嘅語氣，淡淡咁話：我就係從小食我做嘅菜長大，外頭嗰啲花里胡哨嘅嘢唔健康，佢嘅口味我最清楚。嗰晚嘅飯台上，氣氛第一次變得有啲尷尬，菜嘅味道變啦，變得鹹咗一啲，油膩一啲，係我唔習慣嘅味道。我偷偷觀察先生，睇見佢嘅眉頭亦微微皺咗一下，但佢好快就鬆開咗，乜嘢亦冇講，只係默默咁把飯食完。食完飯，我正在洗碗，先生走咗入嚟，佢順手關上咗廚房嘅門，隔住咗客廳嘅電視聲。我心裏仲存住一絲期待，我以為佢會嚟安慰我，或者至少會溫柔咁講一句：老婆，委屈你啦。但佢只係重重咁嘆咗口氣，用一種我從未聽過嘅近乎請求嘅語氣對我話：老婆，媽佢剛失去爸爸，心裏唔好受，人亦比較敏感，一點小事你就讓佢，順住佢一啲，好嗎？家和萬事興嘛。我停下手中嘅動作，洗碗精嘅泡沫沾滿咗我嘅雙手，滑膩而冰涼。我望住佢，有好多話倒在喉嚨口。我想話俾佢，咁唔只係一罐醬油嘅問題，咁係一種我嘅習慣，我嘅喜好，甚至我身為呢個家女主人嘅身份，都正在被否定嘅感覺。但睇住佢臉上充滿為難與疲憊嘅神情，我最終仲係將所有嘅話，連同委屈一齊吞回咗肚子裏。我低下頭，輕聲話：我知道啦。嗰一刻，水龍頭嘩啦啦地響住，我卻清楚地意識到，喺呢個家裏，原本屬於我嘅嗰片領地上，我失去咗一個最重要嘅盟友。從嗰日起，我開始學會忍耐，學會把自己嘅感受放到最細。婆婆會喺我拖地嘅時候，跟喺我身後用衛生紙擦拭，檢查有冇殘留嘅水漬；會喺我俾女兒穿衫嘅時候，喺旁邊念叨我俾孩子穿得太少會着涼；會喺我從市場買菜翻嚟時，好似審查犯人一樣，仔細盤問每一筆花銷。丈夫睇到咗呢一切，但佢總係用嗰句萬年不變㗎，萬年幾大啦，你多擔待點，嚟結束我哋之間所有可能發生嘅爭執。我選擇咗沉默，一次又一次。我天真地以為我嘅退讓與順從能夠換嚟家庭嘅和睦與平靜，能夠讓佢少一啲煩惱。但我錯咗，真嘅大錯特錯。我當時並不知道，我嘅每一次沉默都唔係顧全大局嘅體諒，而係一種懦弱嘅縱容。嗰份縱容正存無聲無聲蔓延嘅藤蔓，悄悄地將我未來嘅人生捆綁得密不透風，直至無法呼吸。自從嗰次關於調味料嘅小事之後，我喺呢個家嘅地位，仿佛就從女主人慢慢咁降格成咗寄宿嘅訪客。而我嘅忍讓並冇換嚟和平，反而似係打開咗潘朵拉嘅盒子，釋放出咗婆婆更多嘅控制欲。家裏嘅遙控器永遠喺佢手上，電視永遠播放住佢愛睇嘅鄉土劇，餐台上嘅菜式亦完全由佢嘅喜好決定。從嚟冇人問過我想食乜嘢，呢啲我都忍咗。但最讓我感到窒息嘅係佢對金錢嘅掌控。某個周末嘅夜晚，我哋一家三口剛從外面翻嚟，婆婆坐喺客廳梳化上，表情嚴肅。佢把我先生叫到身邊，用一種不容商量嘅口吻話：阿豪，你而家係有家有室嘅人啦，錢唔能夠再好似以前咁樣亂花咗。從下個月起，你把薪水卡交俾媽保管，家裏開銷由我嚟統籌。至於佢，婆婆嘅眼光似針一樣刺向我。佢一個喺屋企冇賺錢嘅女人，唔懂得珍惜錢。以後每個禮拜一，我會俾佢5000塊買西錢，夠用啦。我震驚地睇住我嘅丈夫，心沉到咗谷底。我等待住，期盼住佢能夠好似個男人一樣站出嚟話一句：媽，呢個係我跟老婆之間嘅事。然而佢只係沉默咗幾秒，然後從皮夾裏默默咁抽出咗嗰張我哋一齊去辦嘅薪水卡，遞俾咗佢嘅母親。從嗰日起，我成咗一個需要伸手領取零用金嘅妻子。
每週一早上，婆婆會好似施捨一樣，把幾張鈔票放喺餐台上，搞乜僅僅係錢，更係對我多年嚟為家庭付出嘅徹底否定與羞辱。我嘅心好似喺嗰一次次嘅交遞中，慢慢咁變得麻木而堅硬。我唔再爭辯，亦唔再感到委屈。我只係好似一個機器人，日復一日咁做住我該做嘅事。日子就喺呢種壓抑嘅氛圍中，一日日過去。直到半年前，一個新嘅角色出現喺我哋屋企嘅餐台上。嗰日，婆婆興高采烈咁宣布，晚上家裏有貴客，要我準備一台豐盛嘅菜。傍晚，門鈴響咗，進嚟嘅係一個妝容精緻、穿住名牌套裝嘅年輕女人。來，快進嚟坐。婆婆嘅熱情係我從未見過㗎。佢拉住嗰個女人，對我同先生介紹：阿豪，呢個就係我同你提過嘅林小姐。佢爸爸係你有生意往來嘅大客戶。我跟你講，林小姐可厲害啦，年紀輕輕就自己開公司，唔似有啲人。佢嘅目光又意有所指咁瞟向咗我。嗰個被稱作林小姐嘅女人，只係對我禮貌性地點了點頭，眼神裏卻有住一絲不易察覺嘅審視與輕蔑。嗰頓飯我食得食唔下咽。飯台上，婆婆同嗰個女人相談甚歡，佢哋聊着股票、投資、國外嘅名牌精品，嗰啲係我完全插唔上話嘅話題。而我嘅丈夫以一改往日嘅沉默，同嗰個女人挑得十分投機。我睇住佢眼裏閃爍住嘅光芒，假係一種我喺佢睇我時已經好耐冇見過嘅神采。從嗰之後，佢成咗我哋屋企嘅常客。有時係婆婆以討論公事嘅名義邀請，有時係佢自己帶住昂貴嘅禮品登門拜訪。每一次佢嚟，婆婆都笑得合不攏嘴，而我就似一個多餘嘅格格不入嘅隱形人。真正嘅轉捩點發生喺一個普通嘅夜晚。我從女兒房裏邊出嚟，經過書房門口，睇見丈夫正對住手機，臉上帶住一絲我非常陌生嘅溫柔嘅微笑。咁唔係喺度睇公事或新聞嘅表情，佢似乎感覺到咗我嘅目光，猛地抬起頭，好似被捉到嘅小偷一樣，慌亂咁將手機熒幕按熄，藏到咗身後。你點行路都冇聲音。佢嘅語氣帶住一絲惱羞成怒。我冇講話，只係靜靜咁睇住佢。嗰一晚，佢第一次以工作太晚，怕吵到你跟女兒為理由，瞓在咗書房嘅梳化床上。躺喺空蕩蕩嘅雙人床上，我徹夜未眠。我心裏好清楚，喺我同佢之間，一道睇唔見嘅冰冷嘅牆已經悄然築起，而築起呢道牆嘅人，不只係佢，仲有嗰個瞓喺隔籬房間。我名義上嘅婆婆，自從丈夫搬去書房瞓之後，家裏嘅氣氛就變得愈發詭異，一種山雨欲嚟嘅壓迫感籠罩住屋子裏嘅每一個角落。我開始注意到一啲以前從未留意過嘅細微卻令人不安嘅變化。丈夫開始更頻繁咁攞出手機，帶住一種審視嘅眼光，對住家裏嘅各個角落拍照。有一次，我正在廚房洗碗，水槽裏堆住剛食完午餐嘅碗盤，佢走入嚟，面無表情咁舉起手機，咔嚓一聲。我問佢拍呢個做乜嘢，佢只係含糊幾話，公司專案需要參考。嗰個理由蹩腳得連佢自己聽起嚟都冇乜底氣。佢仲會問一啲奇怪嘅問題，比如某天晚上食飯時，佢會突然抬起頭問：老婆，我哋結婚時買嘅呢間房子，當初係登記喺邊個嘅名下？或者喺我計算家用開銷時，佢會撞似不經意咁問一句：你嘅個人銀行戶頭裏大概仲有幾多錢？我當時雖然覺得奇怪，甚至心裏閃過一絲不舒服，但終究冇往深處去諗。我依然天真咁以為呢個只係一段婚姻嘅冷淡期，只要我再多忍耐一下，一切總會過去嘅。而家回想起嚟，我嗰時嘅遲鈍係幾咁嘅可悲。就喺我努力維持家庭表面嘅和平時，一張精心編織、旨在將我徹底摧毀嘅大網早已悄悄張開。嗰致命嘅一幕發生喺2個月前。
嗰係我後來花咗好長時間，先至從女兒斷斷續續、充滿恐懼嘅敘述中，慢慢拼湊出嚟㗎。一個讓我至今諗起，仍會渾身發抖嘅下午。我清晰咁記得，嗰日我得住重感冒，發住高燒，渾身骨頭縫裏都似被針扎一樣疼，無力咁瞓喺床上。我口乾舌燥，想請丈夫幫忙倒杯水，佢只係企喺房門口，不耐煩咁話佢要處理重要嘅公事郵件。婆婆則跟住從頭到尾都冇進我嘅房間睇一眼。嗰兩日家裏亂成一團，廚房嘅碗槽堆得好似一座小山，客廳嘅地板上散落住女兒嘅玩具。我瞓喺床上，心裏焦急，卻亦都無能為力。我當時並唔知道，就喺我被病痛折磨得昏昏沉沉嘅時候，我嘅丈夫攞住手機，好似一個冷酷嘅勘探員，走遍咗家裏邊嘅每一個角落，將呢一切混亂都用最清晰嘅角度拍咗落嚟。事後我先知道，佢將呢啲照片一張張咁發俾咗佢嘅律師，信息內容係：你睇，呢個就係佢所謂嘅全心全意照顧家庭。而更可怕、更具毀滅性嘅事情發生喺我康復後嘅嗰個週末。嗰日下午，陽光好好，女兒攞住佢嗰台舊嘅平板電腦喺屋企玩捉迷藏。嗰係幾年前我送佢嘅生日禮物，雖然熒幕上已經有咗幾道細細嘅裂痕，但佢一直好寶貝。我當時正在廚房為晚餐嘅雞湯做準備，完全唔知道一牆之隔嘅客廳裏正在上演住決定我命運嘅戲碼。女兒後嚟話俾我知，佢為咗唔俾我揾到，就抱住平板悄悄咁鑽進咗客廳角落嗰盤巨大嘅龜背壺後面，嗰度係佢嘅秘密基地，寬大嘅葉片剛好能遮住佢小小嘅身體。就喺嗰陣，門鈴響咗，入嚟嘅係丈夫、婆婆，仲有嗰個總係帶住完美笑容嘅林小姐。女兒話佢當時嚇得大氣，亦都唔敢喘一口，只能夠從葉片嘅縫隙中擘大眼睛，偷偷地往外睇。佢睇到爸爸非常自然咁接過林小姐手上嘅名牌包，婆婆則滿臉堆笑咁拉住佢嘅手，三個人就好似真正嘅一家人，親密咁坐喺沙發上。佢聽見婆婆用一種自得意滿嘅語氣話：事情都安排得差唔多啦。律師話證據好充分，只要佢乖乖簽字，就可以讓佢淨身出戶。丈夫接口道：房子本嚟就係我嘅名，存款我亦會想辦法轉出嚟，到時候我哋就可以名正言順咁喺一齊，再亦冇後顧之憂啦。嗰個林小姐用一種嬌滴滴嘅聲音問：孩子呢？孩子如果跟住佢，總係個麻煩吧？女兒話俾我聽，當佢聽到呢句話時，感覺自己嘅心臟都快要跳出嚟啦。佢死死地捂住自己嘅嘴，然後佢聽到咗佢奶奶，亦即係我個婆婆嗰句最冰冷、最殘酷嘅話：孩子當然得留下，我哋李家嘅孫女點能夠跟住嗰種女人？一個7歲嘅細路懂乜嘢？到時候我會好好教，保證佢長大後唔會好似佢嗰個冇用嘅媽一樣。反正只要讓法官相信佢媽精神有問題，孩子嘅監護權就穩穩咁係我哋噶。女兒話佢當時害怕極啦，渾身都喺度發抖。佢嘅小腦袋裏面只有一個念頭，就係呢啲壞人要嚟搶走媽媽啦。喺極度嘅恐懼中，佢突然想起咗我曾經教過佢嘅話：如果遇到壞人，又唔敢大叫，就要偷偷咁把證據錄落嚟。於是佢震抖住小手，喺嗰台舊舊嘅平板電腦上揾到咗嗰個紅色嘅錄影圖標，然後重重地按咗落去，鏡頭就從嗰茂密嘅龜背壺葉片縫隙中，悄悄噶，好似一隻警惕嘅眼睛，對準咗梳化上嗰3個正在密謀住邪惡計劃嘅人。佢仲清楚咁記得，喺佢撳下錄影鍵嘅同時，
佢聽見婆婆發出咗一聲輕蔑嘅冷笑，對住丈夫同嗰個女人說：放心啦，佢嗰個腦袋又笨又好騙，逆來順受慣啦。我哋做嘅呢一切，佢就算到死都唔會知道噶。呢句話好似一根吹了劇毒嘅針，深深咁扎進咗我女兒嗰年僅7歲，本該純潔無瑕嘅心裏。亦正係呢句話，讓佢下定咗決心，要將呢個可怕嘅秘密，好似寶貝一樣藏得好好噶，絕對不能讓佢嗰個喺大人眼裏又笨又好面嘅媽媽知道。喺嗰場可怕嘅密謀發生後，約一個月，我收到咗法院寄嚟嘅掛號信，假面係一個厚厚嘅牛皮紙信封。當我用顫抖嘅手指拆開佢嘅時候，心裏仲抱持住一絲荒謬嘅幻想，或許係某間銀行嘅廣告信寄錯咗。然而，當我睇清文件最上方嗰幾個又黑又大、冰冷得冇任何溫度嘅字時，離婚起訴狀，我感覺整個世界嘅聲音喺嗰一瞬間全都消失咗。我嘅耳朵嗡嗡作響，血液仿佛凝固喺血管裏，四肢冰冷。我一片又一片咁讀住嗰啲陌生嘅法律條文，試圖從中揾出哪怕一絲嘅誤解，但冇，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原告係我結婚10年嘅丈夫，被告係我林美玲。起訴嘅理由更係讓我如醉冰窟，渾身發抖。上面寫住：被告好食懶做，疏於家務，情緒不穩，揮霍無度。每一條罪狀都好似一根燒得通紅嘅鐵釘，毫不留情咁狠狠釘進我嘅身體。附上嘅證據就係嗰啲喺我生病時佢偷拍下嘅照片，仲有一啲我從未見過嘅插住我名字副卡嘅奢侈品消費記錄。原來佢早已為呢一日鋪好咗所有嘅路。我徹底懵啦！我呢10年嚟嘅付出，我放棄事業，專心相夫教子嘅日日夜夜，喺呢一紙訴狀面前，都成咗一場天大嘅荒謬嘅笑話。嗰日晚上，丈夫比平時更晚返屋企，佢走進門，睇到攤坐喺地上被文件包圍嘅我，面上冇一絲驚訝或者愧疚，只有一種似係終於卸下沉重包袱咁嘅如釋重負嘅冷漠。呢個係咩意思？我嘅聲音抖得不成樣，連我自己都覺得陌生。佢冇立刻回答，只係慢條斯理咁鬆咗鬆領帶，然後走到我面前，居高臨下地睇住我，用一種我從未聽過嘅冰冷刺骨嘅聲音話：就係你睇到嘅意思，我早就受夠啦，我唔想再同你咁樣嘅女人生活下去啦。我咁樣嘅女人，我抬起頭，淚水模糊咗視線。我係邊樣嘅女人？我為呢個家付出咗一切。哇！付出？佢輕蔑地笑咗一聲，假笑聲像一把淬毒嘅匕首。你所謂嘅付出，不過就係花住我賺嘅錢，過住安逸嘅日子罷了。你睇下你自己，早就跟社會脫節啦。除咗抱怨同喊，你仲會做乜？我試圖尋求最後一點希望，我去揾咗律師，但律師睇完文件後，只係同情咁搖咗搖頭，話俾我聽，打官司需要錢，一大筆錢，而且喺呢啲證據面前，我嘅贏面好細。我抱住最後一絲希望，登入咗我同丈夫嘅共同儲蓄賬戶，咁係我一直以為嘅我哋家庭嘅緊急備用金。然而，當我睇到熒幕上顯示嘅餘額時，我嘅世界喺嗰一刻徹底崩塌咗，係零，乾乾淨淨，一塊錢都唔剩。我顫抖着手點開交易明細，先至發現喺過去嘅半年裏，佢早已好似螞蟻搬家一樣，一筆一筆地將裏面嘅錢全部轉移到咗一個我完全不知道嘅陌生賬戶裏。最後一筆提款就喺3日前剛好清空咗所有餘額。
佢算計好咗一切，佢唔只係要離開我，佢係要將我徹底推進絕望嘅深淵，斬斷我所有嘅後路，讓我冇任何反擊嘅能力。佢返到屋企，睇到我失魂落魄嘅樣，甚至連偽裝都懶得偽裝了。佢從皮夾裏抽出幾張千元大鈔，掟喺我面前嘅地板上，假姿態，好似喺度打發一個糾纏不休嘅乞衣。攞去用吧。佢嘅嘴角帶住一絲殘忍嘅笑意，算係我對你最後嘅仁慈。嗰一刻，我所有嘅防線都徹底潰堤啦。我冇執嗰啲錢，只係冷啞咁跑返入房間，鎖上門，撲喺床上，將臉深深咁埋喺枕頭裏，發出咗壓抑咗10年之久嘅撕心裂肺嘅喊聲。我唔知道喊咗幾耐，喊到嗓子都啞咗。直到感覺房門被輕輕地推開，係我嘅女兒，佢爬上床，從背後緊緊咁抱住我。佢冇講話，只係用佢嘅小面喺我濕透咗嘅背上輕輕地、笨拙地蹭住。我能感覺到佢嘅小身體亦喺微微顫抖。佢喺拉卡，但佢依然選擇陪住我。我轉過身，將佢緊緊攬喺懷呀，母女倆抱頭痛哭。仿佛世界末日真嘅已經來臨咗，喊咗好耐好耐，直到我哋都筋疲力盡，我先至漸漸平靜落嚟。我注意到女兒嘅手一直緊緊咁捉住佢嗰台舊嘅平板電腦，就連抱住我嘅時候，亦將佢護在懷裏，似係乜嘢稀世珍寶。喺淚眼模糊中，我聽見佢用帶住濃濃喊腔嘅，卻異常堅定嘅自戀聲音對我話。嗰句話我一世子都唔會忘記。佢話：媽媽，你唔好卡，不管發生咩事，我都會喺你身邊㗎。我當時只以為嗰係一個7歲孩子喺目睹母親崩潰後最天真、最純粹嘅安慰。我完全唔知道喺架台被佢緊緊抱住嘅熒幕有裂痕嘅舊平板裏面，藏住嘅係唯一能夠拯救我，將我從地獄中徹底拉出嚟嘅武器。我更唔知道佢之所以選擇沉默，之所以唔將嗰個驚天嘅秘密話俾我，只係因為佢想用佢小小嘅笨拙嘅方式去保護嗰個喺佢父親同奶奶口中又笨又好騙嘅媽媽。就咁，我帶住滿身嘅傷痕同深入骨髓嘅疲憊，走進咗法庭，準備去迎接嗰場早已為我準備好嘅注定失敗嘅審判。喺收到離婚起訴狀之前嘅3個月，發生咗一件事。嗰件事好似一把沉重嘅鐵錘，將我對呢一段婚姻僅存嘅最後一絲幻想敲得粉碎。假係我小叔，亦即係丈夫弟弟嘅30歲生日。某天晚飯後，婆婆把我叫到客廳，用一種不容置悔嘅命令口吻對我下達咗指示。佢話：老二要過30大壽啦，你係大嫂，呢件事理應由你嚟張羅，而且必須辦得風風光光，不能丟咗我哋屋企嘅面子。接住，佢指定咗台北市中心一家出咗名昂貴嘅5星級飯店餐廳，並且列出咗一長串要邀請嘅賓客名單，全係佢哋屋企嘅親戚同生意夥伴。我當時心裏有啲為難，因為假樣一場宴席花費肯定不菲，但我仲未嚟得切開口，婆婆就堵住咗我嘅話。佢話：錢嘅事情你唔使擔心，先刷你嘅卡，到時候再跟阿豪報賬就好啦。佢嘅話說得如此理所當然，仿佛我係一個擁有無限額度嘅秘書。盡管心中百般不願，但我仲係默默咁點咗頭，攞起電話，按照佢嘅指示訂好咗餐廳同菜式。生日宴嗰日，家裏從下午就開始熱鬧起嚟。丈夫穿上咗佢最好嘅西裝，婆婆亦換上咗一套訂製嘅旗袍，珠光寶氣。我睇住佢哋忙碌而興奮嘅樣，心裏亦都想住，或許呢個係一個緩和家庭氣氛嘅好機會。於是我攞出衣櫃裏嗰件我最珍視嘅只穿過一次嘅洋裝，準備換上。就喺呢個時候，婆婆走咗入嚟，
佢上下打量咗我一眼，眼神裏滿係毫不掩飾嘅嫌棄。你大喺屋企，佢冷冷咁話。我愣住啦。媽，乜嘢意思？意思係你唔使去啦。佢嘅語氣愈發冰冷。你睇下你自己，一副上唔到台面嘅樣，嗰種場合嚟嘅都係有頭有面嘅人物，你笨嘴拙舌嘅，去咗只會俾我哋屋企丟臉。家裏咁亂，你得閒打扮，不如將地板拖乾淨，將窗戶擦亮。我嘅血液喺嗰一刻仿佛都凝固咗，我難以置信咁望向我嘅丈夫，尋求佢嘅幫助。我幾咁希望佢能站出嚟，對佢母親講一句：媽，你點能夠咁講話？佢係我老婆，佢必須去。然而佢只係避開咗我嘅目光，轉過頭去整理自己嘅領帶，含糊地講咗一句：媽講嘅呀，也有道理。你喺屋企打理一下，我哋好快就翻嚟。嗰一刻，我嘅心徹底死咗。佢哋走咗，偌大嘅房子裏瞬間只剩翻我同吸塵器嗡嗡嘅運轉聲。我能想象得到飯店裏此刻係點樣嘅觥籌交錯，笑語喧哼。而我呢個名義上嘅大嫂，呢場宴席嘅主辦人，卻只能聞住清潔劑刺鼻嘅味道，跪喺冰冷嘅地板上，用力擦拭住嗰永遠亦擦唔掉嘅深入骨髓嘅羞辱。我就咁樣一個人默默咁打掃咗整整5個小時，直到午夜12點，我嘅手機響咗起嚟，係婆婆打嚟嘅。我以為佢係打嚟道謝或者係慰問，但電話嗰頭傳嚟嘅卻係佢嗰依舊高高在上嘅聲音：喂，我哋食完啦，你過嚟把賬結一下。我以為我聽錯咗，媽，你講乜嘢？我話賬單你過嚟付一下。佢嘅語氣開始唔耐煩，大家都喺度等，你快啲，唔好磨磨蹭蹭噶。掛上電話，我獨自一人喺深夜嘅街頭叫咗計程車。到達飯店時，親戚們早已散去，只剩翻婆婆、丈夫同小叔喺門口等得一臉不悅。餐廳經理攞住賬單走過嚟，我接過一睇，嗰上面嘅數字俾我眼前一黑，15萬，整整15萬新台幣。我全身嘅血液都衝上咗腦門。我睇向丈夫，佢卻依舊回避住我嘅眼神。婆婆則係一旁催促，仲愣住做乜嘢？快刷卡啊，唔好讓人睇笑話。我顫抖住手，從皮夾裏攞出咗嗰張我母親喺我結婚時偷偷塞俾我，讓我留住以備不時之需嘅信用卡。嗰度面係我最後嘅，亦係我唯一嘅私房錢。喺刷卡機 B 嘅一聲輕響中，我清楚地聽到咗自己心碎嘅聲音。我俾錢，為咗一場我被排斥在外嘅盛宴。我用我母親俾我嘅最後保障去支付嗰啲羞辱我嘅人嘅歡聲笑語。亦就係喺嗰一刻，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咁明白咗一件事：喺呢個屋企，我從來就唔係屋企人，我只係一個有利用價值時先會被諗起嚟嘅外人。嗰場生日宴會嘅賬單，好似一根拔不了嘅刺，深深咁扎喺我嘅心裏。從嗰日起，我唔再對呢個家抱有任何幻想，我變得更加沉默，亦更加麻木。然而，我以為嗰已經係谷底啦，卻冇諗到更殘酷嘅考驗仲喺後頭。就喺生日宴過後不到1個星期，家裏出事啦。嗰日早上，婆婆突然喺客廳裏邊大叫一聲，然後捂住鬆口，話自己喘不過氣，接住就癱軟在了沙發上。家裏邊頓時亂成一團，丈夫急忙叫咗救護車。喺前往醫院嘅路上，婆婆半撐着眼睛，虛弱咁指住我，對丈夫話：都係佢，都係佢，氣我嘅。到咗急症室，丈夫嘅面色鐵青，佢把我拉到一旁，指住我嘅鼻子，用一種我從未聽過嘅充滿恨意嘅聲音低口：我話俾你知，媽要是有個3長2短，我絕對唔會放過你。嗰一瞬間，我甚至忘記都去辯解，只感覺到一股深入骨髓嘅寒意。
婆婆被安排住進咗單人病房。醫生嘅診斷係高血壓引起嘅短暫性心臟不適，需要留院觀察幾日。丈夫同小叔都話公司忙走唔開，於是喺醫院24小時全天候照顧婆婆嘅責任，就理所當然咁落到咗我呢個罪魁禍首嘅頭上。假幾日對我而言就好似一場永無止境嘅噩夢。我嘅人生被壓縮喺咗一間充滿消毒水味嘅狹小病房裏。白天我要為佢測量、換衣、處理排泄物。佢嫌醫院嘅飯菜難食，我只能每日坐公車趕返屋企，按照佢嘅要求熬煮佢愛飲嘅魚湯，然後再提住沉重嘅保溫瓶趕返醫院。往往我剛倒湯仲冒住熱氣，佢只嘗咗一口就皺住眉頭話：點咁腥？你係咪全心唔想俾我好起嚟？夜晚則更係一種煎熬。我只能蜷縮喺病床旁一張小小嘅摺疊椅上，根本無法入睡，因為婆婆幾乎每隔15分鐘就會呻吟一聲，把我叫醒。有時係要飲水，有時係要翻身，有時只係想讓我幫佢將枕頭墊高1公分。我嘅身體同精神都到達咗崩潰嘅邊緣，我累到連站着都能夠瞓着，整個人都瘦咗一大圈。丈夫每日只會喺我送女兒返學後嚟醫院待上匆匆嘅10幾分鐘，每次嚟都只係責備我冇把媽媽照顧好，然後就藉口開會，匆匆離去。直到住院嘅第4日，事情有咗轉機。嗰日下午，護士讓我去繳交一啲費用。喺繳費處排隊時，我無意間聽到咗排喺我身後嘅2位護理師嘅對話。一位年輕嘅護理師話：你話302房嗰個李媽媽係咪好奇怪？另一位回答：對啊，超怪嘅。佢嗰個心婦前腳啱走，佢後腳就生龍活虎啦，仲偷偷叫外送。我上次睇到佢將炸雞散喺床底下食呢，真係假嘅？我睇佢心婦都快累垮了嘢。而且醫生明明話佢只係血壓高，注意飲食就好，根本冇乜嘢大礙啊！佢哋嘅對話，每一個字都似一把鐵錘，重重地敲喺我嘅腦袋上。我感覺一陣天旋地轉，差啲站唔穩。原來呢一切都只係一場戲，一場由我婆婆自導自演，由我丈夫鼎力配合，旨在將我徹底拖垮嘅惡毒戲碼。我嘅心徹底冷啦，冷到結成了冰。嗰日晚上，丈夫又嚟醫院進行佢例行公事嘅探視。我終於鼓起勇氣，將我聽到嘅事情話俾了佢。我希望，哪怕只有一絲可能，佢會俾我一個合理嘅解釋。然而，佢聽完後，只係不耐煩咁揮咗揮手。媽年紀大啦，耍啲小孩子脾氣，讓你多照顧一下，有咁嚴重咩？佢睇住我，眼神裏滿係責備。身為媳婦，孝順係你應盡嘅本分，係天經地義嘅事。你到底仲要抱怨到乜嘢時候？孝順係應盡嘅本分。我喃喃嘅重複住呢句話，突然笑咗起嚟，笑得眼淚都流咗出嚟。我企喺嗰條冰冷空無一人嘅醫院走廊上，睇住丈夫轉身離去嘅背影。嗰一刻，我清楚地知道，我輸咗，我輸得一敗塗地，輸掉咗我10年嘅青春，輸掉咗我全部嘅愛情，亦輸掉咗我最後嘅尊嚴。我已經一無所有啦。如果你仲聽到呢度，如果你能理解我當時嗰種深入骨髓嘅絕望，請你幫我喺下方嘅留言區留下一個數字1，讓我知道喺呢段艱難嘅旅程中，我並唔係孤單一人。您嘅存在係我繼續講述完呢個故事最大嘅勇氣與動力。時間仿佛又拉回到咗法庭上嗰令人窒息嘅一刻，喺法官嘅允許下，一位書記官小心翼翼咁從我女兒手中接過咗嗰台熒幕有裂痕嘅舊平板電腦。
我嘅丈夫喺被告席上激動咁企咗起嚟，大嗌住反對，不能用小仔啲嘢當證據。但法官只係冷冷地睇咗佢一眼，示意佢坐低。我嘅心跳得似擂鼓一樣，我完全唔知道接落嚟會發生乜嘢。我睇到書記官將一條數據線接上平板，好快，法庭前方嘅大螢幕亮咗起嚟。螢幕上出現嘅係一個有啲搖晃，而且角度好低嘅畫面。鏡頭係從一片寬大嘅綠色葉片縫隙中拍攝嘅。我一眼就認出嚟，嗰係我家客廳角落裏嘅嗰盤龜背壺。接住三個人影走進咗畫面，係我嘅丈夫、我嘅婆婆，仲有嗰個林小姐。法庭裏響起咗一陣壓抑不住嘅騷動。我嘅腦袋懵地一聲，一片空白。畫面裏婆婆正滿臉得意咁坐喺梳化上，只聽見佢嗰熟悉嘅尖銳嘅聲音清晰咁透過喇叭傳遍咗整個法庭。放心啦，佢嗰個腦袋又笨又好騙，逆來順受慣啦。我哋做嘅呢一切，佢就算到死都唔會知道噶。呢句話就好似一道響雷喺我耳邊炸開，我猛地抬起頭，難以置信咁睇住熒幕。影片仲喺度繼續，我睇到我嘅丈夫非常自然咁伸手攬住嗰個林小姐嘅腰，語氣溫柔咁話：等把佢趕出家門，呢間房子仲有我哋所有嘅存款，就都係我哋噶啦。到時候你就係呢度唯一嘅女主人。嗰個女人笑得花枝亂顫，靠喺佢懷裏，我嘅胃裏一陣翻江倒海，幾乎要吐出嚟。原來一切都唔係我嘅錯覺。接下嚟嘅畫面更係讓我心膽俱裂。只聽婆婆繼續策劃住：係啦，上次佢喺醫院唔係累得半死嗎？嗰個樣好好用。律師講咗，只要多收集一啲佢情緒失控、睇起嚟好狼狽嘅證據，到時候法官就會相信佢精神狀況不穩定，根本不適合帶孩子。丈夫點頭附和：我知道啦，媽，我會想辦法再激嬲佢幾次，偷拍落嚟。至於存款，我已經轉得差唔多啦，保證讓佢一毫子都攞唔到。熒幕上佢哋三個人笑得咁開心，咁遷能，佢哋談論住點樣一步步將我逼入絕境，點樣設計陷害我，點樣奪走我嘅房、我嘅錢，甚至我嘅孩子。咁語氣輕鬆得就好似喺討論今日晚上要食乜嘢菜一樣。整個法庭陷入咗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呢段影片嘅內容震驚得講唔出話嚟。我睇到坐喺旁聽席嘅婆婆面色瞬間變得慘白如紙，身體開始無法控制咁顫抖。丈夫嘅律師亦係一副目瞪口呆嘅樣，顯然連佢都唔知道仲有呢一段。而我嘅丈夫好似係俾人抽走咗全身嘅骨頭，癱軟喺凳上，嘴巴微微張着，卻發唔出任何聲音。佢嘅面上滿係世界末日般嘅驚恐與絕望。我轉過頭，淚水欠缺咗堤嘅洪水洶湧而出，但呢一次唔再係委屈同痛苦嘅淚水，而係終於沉冤得雪嘅淚水。我終於明白，唔係我唔好，唔係我唔夠努力，而係我從一開始就活喺一個由我最親近嘅人為我精心打造嘅騙局裏。影片播放結束咗，熒幕變成咗黑色。就喺呢個時候，法官咁莊嚴而憤怒嘅聲音響徹咗整個法庭。佢重重咁敲下咗法錘，個聲音唔係為咗宣判我嘅結局，而係為咗敲響正義嘅鐘聲。肅靜，法官嘅聲音裏帶住一絲顫抖嘅怒火。本庭宣布，剛才嘅影片將作為本案嘅最新關鍵證據。佢銳利嘅目光掃向門口嘅法警，下達咗命令：所有人不准離開，立刻把法庭嘅門俾我鎖起嚟。我轉頭睇向企喺書記官旁邊嘅女，佢小小嘅身影喺呢一刻卻顯得無比巨大。佢亦正睇住我，
嗰雙清澈嘅、純淨嘅眼睛裏冇恐懼，只有一種俾我瞬間淚崩嘅堅定。嗰眼神仿佛喺對我話：媽媽，你睇，我保護你啦。法庭上嘅鬧劇喺嗰段影片公之於世後，便迅速咁畫下咗句點。